面對同東大博弈一系列嘅頹勢，美國佬咧又至對東大發動一場政治勒索嘅輿論戰。喺呢幾日啊，美國嘅密蘇里州咧又想對我哋東大敲詐勒索240億美金。咁為咩呢？當局聲稱啊，19年口罩爆發嘅時候咧，話我哋東大啊隱瞞咗口罩嘅真相，囤積個人防護物資，導致全球口罩防疫物資短缺。嗱，呢個案件咧之前就俾聯邦法院已經否咗嘅。估唔到啊，喺4年之後，特朗普再次上台，又至攞翻呢件事出嚟講。特朗普啊已經多次咧喺唔同嘅場合揚言，要對東大實施口罩嘅敲詐。呢啲全部都係莫須有。喺未來特朗普執政嘅4年裏邊咧，呢種莫須有嘅嘢啊，只會發生得越嚟越多。就好似俄羅斯俄烏衝突爆發咗之後咧，俄羅斯嘅海外資產啊就俾西方國家凍結咗3000幾億美金，就連俄羅斯普通公民嘅海外資產啊都俾凍結咗，甚至係充公。而我哋東大嘅海外資產咧比俄羅斯仲要多，其中金融資產咧就有9萬幾億，債券資產咧就有6萬幾億，剩低嘅固定資產咧就有3萬幾億。嗱，呢啲數目咧全部都係未計東大私人嘅海外資產嘅。如果今次啊俾密蘇里州敲詐我哋成功咗，開咗個壞頭，將來我哋要收復台島或者喺南海同埋周邊領土發生事件之後，西方國家一定會再揾藉口對我哋敲詐勒索。所以我哋面對呢啲敲詐勒索咧，一定要 double 咁樣反擊，一定要打痛佢哋。你夠膽喐我個錢咧，我就同你開片，千祈唔可以傻。就好似我哋東大駐美使館話齋，你想要戰爭，我就同你奉陪到底。